依然之声，少年人的现义广播电台。1985年的西门町比即阵搁较热烈，一寡做乌的啦，做偏门的啦，即摆是拢伫网咖遐啦。毋过较早西门町遮嘛是不离啊济。代志呢是发生伫一个叫做开封大旅社。11月6号下晡2点左右，40通货罗添丁，伊带一个30几岁查某呢来开房间。因为罗添丁定定来，伊摕着锁匙照溜俩就去甲2楼这个107号房。差不多点外前久迄个查某呢手掼一骹纸袋一个人就离开着这个旅社。罗添丁呢煞规暝拢无出来。讲叫查某家己伫旅社过暝，这毋是啥物新闻。毋过罗添丁伊咧花中市场卖水果，嘛无讲住偌远啊，无可能讲爽了阁无咧转厝。旅社头家呢谈雪主，伊就叫这个工作人员去甲叫一下，叫伊好来转啦。结果一个门拍开，罗添丁死伫眠床顶，而且规粒头无去。谈雪主紧来报警，阁通知伊的结拜小妹。因为罗添丁呢，就是这个结拜小妹阿兄。警察呢按着现场留落来一个蓝色的青拖阁有尸体各种这个架枪肯定讲死者有影就是罗添丁啦。嘛该叫伊的囝呢叫来临尸。看伊的颔棍是去互这个足利的刀撩开。枕头甲被单讲沾着一寡血迹，无讲介济。这个凶手应该是卖互这个血安尼四界转，伊咧挂这个人头的时阵，专工用枕头甲伊钉掉。虽讲手段是真粗残，毋过现场无即个打斗的痕迹。罗添丁呢是烫甲光光光，而且的确是有开过查某的款。哪会查某开甲性命无去咧？根据市场隔壁档的讲法讲罗添丁因某伫高雄食头路，罗添丁带一个囝，住伫台北，嘛是因为无聊才会来开查某。讲这本来足故意的罗添丁，毋知啥物原因啦，前一阵开始会晓安尼西装打扮啦，佮穿新衫伫遐等。讲伊找着一个29岁幼妻要来报一个，结果报一个人头去互报去。身躯顶应该有3万块的现金，甲2张30万的支票，听讲嘛拢无去。照安尼甲听起来这个凶手一定就是甲罗添丁开房间迄个查某。毋过伊到底是啥？是为着啥物原因来杀罗添丁，佮甲人头挂落来？就算讲刀有较利啦，要挂人头，迄嘛毋是一个简单代志呢？安尼伊敢有共犯？这是战后呢头一桩无头命案，警察们当然是足认真咧看待啦。赶紧呢就去下港找罗添丁因某，叫做姚百合。伊讲罗添丁在生的时阵，有一个叫阿英的女朋友，是20多年前的女朋友，已经分手足久啊。毋过还是定定会接到伊卡的电话，讲是甲这个罗添丁有金钱的纠纷啦。警察呢，就按照这个姚百合的证词，开始来找这个阿英结果讲阿英唔敢见这个警察，佮叫厝内人甲警察骗。警察本地就是讲这个阿英一定是凶手，畏罪啦，才会来唔敢见警察。尾真正找到这个阿英，才知影讲伊就是乌白叫做开这个巴拉票啦，才去互通缉，才会唔敢见警察。而且呢，这个凶手若是阿英迄甲隔壁档迄证词就定答，因为罗添丁就讲，伊去找到一个啥物29岁幼妻新的查某毋敢欢喜安尼。若是讲阿英迄是绝对无可能啦。警察这边呢，就甲阿英请倒转去，继续来调查罗添丁伊的交友的状况。知影着讲伊原来去卖着迄款做乌的，像啥物掠灵查某，就是马杀鸡啦，佮有即个甲即个理容院的小姐，安尼手牵手高高甜食豆腐。
私生活是足复杂。警察就想讲，有可能是凶手假做小姐，甲处我来，实际上就是来谋财害命啦。毋过这嘛无法度解释是安怎就喺大费周章，甲伊个人头扑落来。差不多咧案发10天后一钓鱼的来报警，讲伊咧桃园石门水库后壁，个大汉溪看到一个人头，经过鉴定，确实是罗添丁的头。原来这一切是一个死亡的陷阱，个人头无去，敢若是为着要影响个警方的办案。凶手犯事早就趁这个警察咧追人头的时阵唔知影米到倒位去虽然讲警察用足济资源来调查这个罗添丁无头命案，尾呢嘛找到人头，规个西门町的这个理容院菜店鸟仔经找甲透，嘛找人咧来互这个服务生佮有这个旅社的头家来指认，毋过呢拢是找无人。敢若讲有一个姓林的查某，讲伊爱看迄个台人的推理小说亲像迄个改编着这个松本清张这个杀之器翕的这个电影，听讲这个查某就看几若届。因为伊甲这个发现人头这个大汉溪这个所在有较一寡地缘的关系，佮有一寡线索的整理了，警察想讲，这姓林的查某有可能是凶手。毋过呢，这嘛有可能是迄个时代的偏见若准讲爱看推理小说就会去杀人，安尼各位观众朋友拢有可能是稳重的凶手呢？开封大理社即马原来是旅馆，毋知听众朋友恁敢有人住过2楼107号房呢？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到语言之声少年人的嫌疑广告电台。咱毋知是安怎警着这个案件拢甲理社有关系啦。即马讲到这个开封大理社，其实伊在1985年嘛，差不多迄个年代足侪理社内底命案会发生，拢是即马咧看真正足血青啦，甲人头扑落来安尼。毋过这个。伊甲人头扑来，毋过伫理社内底安尼，其实伊要甲即个咱讲线索啦，是讲即个货架啦、指模啦，爱甲清去。伫即个时代是有影足困难。伫迄个时代因为咱监视即个工课即马科技拢无共款啦，所以讲即个年代应该是无人会遮戆啦会伫咧理社内底做即个代志。今日呢共款咪请一个来宾，即个来宾呢，我毋知影。顶届理社嘛是请一个甲迄落敢若甲理社有关系，即摆也是甲理社有关系，就是咱请一个叫做 AV 男优啦，叫做18招你好。嗨，大家好，我是18招。18招，你敢有伫理社拍过片啊？有哦，我就知，足侪届嘛是伫咧西门町诶。是敢有去开封大理社无啦？那边哪有可能？你咧看这案件的时阵，你的想法是啥？1985年你敢出世啊？已经出世啊！我当时应该是3岁，到差不多。我迄阵还未出世，我是1986年出世的。减一档安尼。你看这案件，你有啥物想法？我想讲，这个查某实在是足厉害的，因为根据迄个柜台讲的就是伊是一个较身躯较细汉的一个查某人但是伊敢有气来，互迄个人的头给扑落来。我想讲这是就因为你知影要甲一个人的头扑，我毋知影，我无爱知影，我哪会知影？要甲一个人的头，因为我有伫咧煮菜。你会煮食？对，我会煮食。你处理过上大粒的头是啥样头？我无处理过头，我只有倒迄落猪的排骨尔。猪排。对但是迄就已经足困难的对但是我是一个查甫人，一个
一般的查甫人安尼，但是我的开达就已经就歹处理的，但是一个查某人，其实嘛，毋知是安怎吼，录即集的时阵，我拄好昨昏去食羊头，就遮尔啊拄好呢，昨昏就向朋友烧招去食一个乌鲁木齐先生伊个煮的羊头安尼，就看到迄粒头，其实就小看毋敢食，其实人就是安尼，看到迄个头，无看到目睭啦，毋过看到迄个头就毋敢食，毋过伊甲头迄个肉拆掉了。食起来其实就差不多，甲咱啊猪头皮啦、乌白切款猪肉，其实差不多。头骨肉对无？嘿，所以讲伊咧处理这个人头，咱无想着用煮的啊。想袂到吧？想袂到，我要对羊头讲啊煮人头即件代志吧？我个会记得，好像伫个香港有一个案件，就是安尼。对啊，我就是咧讲这啊。就甲迄查某的人头摕来煮啊，伊其实就是想着讲，若煮掉，咱讲莫讲食啦，你着个煮掉，要处理嘛较好处理，饲狗饲猪啥的。对无？对。安尼敢是较巧。咱我毋是咧教你要安怎犯罪吼，你莫囡仔人莫黑白学安尼。其实你讲的嘛对啦，有咧煮食的人就知影讲吼，一个人爱处理，其实迄你就是处理迄猪的尸体、鸡的尸体嘛。对无？鱼的尸体嘛，对。你咧处理迄细项尸体的时阵，用到就是大粒甲细粒干嘛，对无？真正是，何况是一个人的头安尼。对。嘿啊，你感觉着这个查某除了这较恐怖、较厉害之外，佫有啥物感觉？其实我感觉伫因为西门町的女性吼，你就熟的。小可熟，小可，因为我伫个。对我嗰是学生的时阵吼，我嗰是大学生的时阵，定伫个西门町遐看电影，看电影看了的时阵，拢同嘛是暗时啊，11点12点，对啊。迄当阵行伫个路内的时阵，就有真济山七啦，迄个年代咧西门町遐阁有啦。对。要找小姐无安尼？有啊。即摆拢咧迄个网咖迄边啊啦。迄当阵我拢讲无爱，我要找查甫。但是，定我有想一个代志，就是我若是讲好。会安怎？伊就会带你去一个房间啊，看你要倒一款型啊，互你拣啊。佫会当拣？会拣的啊，看你的介绍，看你在做即道的，你拣的你毋是即道的，你是有熟悉即道的啦，毋是做即道。伊迄会当拣的啊，伊讲你若要拣大学生，介绍就较悬啊。伊是带人来房间内面互你拣是无？带人来房间拣你若无爱伫，你就好车马费互伊安尼。讲搁迄都拍枪费啦。对不对？200块、500块我无爱讲换一个安尼。你若是直拍枪，做歹按来，你就赶出去。你是来遮娶某的吼，你是来遮拣某的啊。其实因做迄拢会感觉讲，其实就是因为因已经惯势啊，就是想讲吼，就是咱就是15分钟。30分钟，就代志就做了啊！做了就准拄煞，就毋是咧拣某讲，就下袂下，你就看咧，迄形差不多，电火甲关起来，你拢是共款，拢共款差不多紧甲迄个生理需求处理你诶，就拜拜安尼，因拢是安尼咧想啦，其实拢是安尼。原来，因为我未出家进前嘛，是咧西门町行大诶人。你家人放学了，就坐火车嘛，火车就转一个捷运，就到西门町，就去洗闹诶四界看。毋过我迄个年代已经无即落咱讲37啊啦，即落咧皮条课已经无这啊。因拢走到网咖迄边去。你即摆若去网咖，差不多到7、8点左右开始，就有足侪人会开始甲你问讲，要找小姐无？要找小姐无？要耍一个无？要来唱歌无？要食饭无？安尼。有，即摆有，我知啊。而且迄天我看到一个乌仔送，就差不多50、60桶货安尼。就一个
伊就看到查甫甲经过，就随啊甲问，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讲，这乌仔桑伊若讲因敢有即个囝儿逝世，敢有查某囝还是查甫囝安尼，伊敢有生囝？啊，伊若有生囝的时阵，伊个囡仔若是想到因妈妈咧做这，毋知啥物款的想法，啊，佮颠倒头讲想讲，啊，嘛有可能因规家伙仔拢咧做这，对无？你着看着，因为我较有即个感觉，就是讲看着一个咱讲查某人伫路里做即个37啊，甲查甫其实是无共款的感觉呢。对，伊迄都毋是老苍头，迄嘛毋是真正的啥物经纪人，无伊就是37啊咧救人客迄款。对，伊头一届，我就是咧想讲，伊头一届救人客的时阵，敢会皮喘，敢会想讲就避暑，敢会安怎拄安怎？我就直替伊咧想，就奇怪一个社会观察。我嘛直咧想讲吼，咧台湾吼，咧拍 AV 吼，做男优即个件代志，因为我有熟悉AV 女优的经纪人嘛，就 CEO 嘛，甲咱上节目。毋过吼，较无拄着即个男优，我都定定讲女优食饭诶，毋知安怎拄。后一集吼，就请即个18招吼，继续来咱讲一寡台湾吼咧拍 AV 啊吼，即个敢有可能会当拍台语的 AV 诶？咱继续过来开讲吼。咱遮吼是义言之声少年人的现义广播电台，咱是受到文化部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补助的一个节目。咱后一届空中再会。这是重大历史嫌疑案件调查办公室，简称义案办。咱用各种嫌疑案件记录世界历史，记录台湾大大小小案件。后届咱继续空中相会。